没想到方圆这么快就否认3胎出生了。10月4日，方圆转发郭富城的微博，称我也好想飞去成都看，不过大皮现在已经不能坐飞机了，你和团队加油。转发的是郭富城内地巡演，郭富城国庆期间要在成都开演唱会。此前不少媒体爆料，方圆在香港养和医院生下了6.5斤的宝宝，还是男娃。郭富城大喜，将要把半山豪宅改成夫妻联名，还大方送方圆200万的钻石项链。郭富城在马来西亚接受采访的时候，还谈到国庆开完演唱会就要请假1个月去陪伴妻子方圆生产，相当重视了。在2025年6月15日的时候，郭富城官宣妻子方圆怀上3胎。8月18日，方圆在社交平台晒8月日常照，分享2个女儿亲吻其3胎孕肚的照片，并配文最珍貴嘅日常就是去哪都帶着你們，抓住假期的小尾巴。我完咗10月4號5號喺成都嘅演唱會，跟住我就會休假1個月。係啊，要做一個好嘅爹哋丈夫。係啊。